喺聖誕節入面，我最想感謝嘅係保安人員，因為佢犧牲咗佢自己嘅寶貴時間而幫我哋去看管門口。如果我可以送一份聖誕禮物俾佢嘅話，我會送一份咖啡機，咁佢就會更加多精神去看管門口啦。我想多謝我媽咪，如果我可以送一個聖誕禮物俾佢，我會送一支按摩槍俾佢，因為佢成日都腰酸背痛，如果有呢支按摩槍就可以舒緩到佢嘅腰酸骨痛。我最想感謝嘅就係醫護人員。如果喺呢個聖誕我可以送一份禮物俾佢哋嘅話，我會送一個口罩或者一個手套俾佢哋。佢哋喺照顧別人嘅時候就唔會因為病菌而受感染。我哋兩個最想感謝嘅係消防人員，因為消防人員奮不顧身咁救我哋。我決定要努力學習，發明一個除咗可以知道有火災之外嘅機器，佢仲可以自己自動噴水，令消防員冇咁多負擔。